结时的感觉，如火焚烧的赞美不停歇，全人全心完全的自由，因你的爱断开了锁链，因为你的降临拯救我生命，我高声欢呼，因为你对我真好，我用尽全力大声赞美你，我全人全心都要赞美你，当我赞美天堂要降临 The King of Kings is all around， 用尽全力让赞美飞翔，赞美的声音大声嘹亮，当我赞美天堂要降临 The King of Kings is all around。当我面对挑战的时候，即使我的心彷徨失措，我大声欢呼，高举双手，你的同在是应许之地。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还有1分钟，我们的礼拜就要开始。请我们的铁三角尽量往前坐。组长带着你的组员往前坐，有空位的把它补满。麻烦招待也是把后面的人往前面可以移动。那请将手机关飞行模式以及震动。那我们主日即将开始，让我们用预备的心来预备。赞美飞翔，赞美的声音大声嘹亮，当我赞美天堂要降临 The King of Kings is all around。 Sing your praise to him and sing it aloud. Sing your praise to him who rides on the clouds. Sing your praise to him, all rocks will cry out. Come on, come on, everybody praise him now. 这首歌第一首歌这样子改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个感觉好像在哪里的那个夜市一样哈，那种热闹感，哈。现在还可以感受到那种气氛，新年的气氛。所以你来跟旁边的我们一同起立，来，我们一同起立，找5个人你不认识的，离你的位置远一点。5个人呢，连小朋友也都要找5个人，你跟他说：2026大大有力量。2026大大有力量。5个人，5个人。大大有力量，大大有力量，大大有力量。刚进来的，刚踏进主堂的那个刚进来的，也跟他们祝福。好，那现在呢？接下来牧师要请你去找你自己的牧区的还有组员，好不好？然后呢，你跟他们说新年大丰盛，新年大丰盛，找你的组员哦，找你的组员，新年大丰盛，你的组员要看到他有没有来。组长点名一下你的组员，有谁没有来的？组长，好 ，OK， 感谢主，我们好像大家出去玩，然后玩回来哈，很兴奋的回来哈，好，感谢主。那我们现在我们要来
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眼睛，还有用我们的手，阿们吗？阿们。用我们的口，好，我们来说哈利路亚，来1、2、3，哈利路亚。哎呦，还有回音哦。哈利路亚，那个哈利路亚是非常响亮的，因为江天敞开。再一次哈利路亚，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如果哈利路亚跟哈利路亚有没有一样？来，我们再一次哦，高昂的哈利路亚，1、2、3，哈利路亚。好，我们要用我们的手来赞美神。好，你用你的手赞美神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赞美神呢？耶，赞美神。然后呢，我们拍掌、跳舞赞美神。那跳舞要不要用到脚？啊，除非他可能坐在轮椅上不方便，要不然都会用到脚，对不对？好，我们如果用脚跳舞的话呢，来，我们的脚来动一下，来，开始跳舞，来，哎，你的脚要怎么样动？哎，你的脚会动，是，所以呢，我们的舞团他们要带我们来跳舞啊。今天呢，我们要震动大地哦，哈，江天敞开，震动大地。我们一起来邀请圣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对你说新年快乐；圣灵，我对你说新年快乐。阿们，阿们。主祷文记得吗？我们一起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牧师呢，邀请中间的人把走道塞满，好，然后大家呢，能够宽一点。等一下我们要开始跳舞哦，中间走道来，好，都分散一点哦，分散一点哦，哈。好，等一下我们会大大的跳舞哦。好，我们跟旁边人，我们跟他说，我们用手用脚来舞蹈赞美神。我们用手用脚来舞蹈赞美神。哈利路亚！神的荣耀降下来，还要设立宝座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肢体来赞美他。耶稣的名大有能力，他配得我们的赞美。一起来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在
的主，他掌权所有的一切。让我们现在继续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他。开手。我们神是复活的主。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来宣告，他能力永远都不敌我们。我知道我的救赎真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真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人。再次我们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人。他永远都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从早晨到夜晚，他配着我们的赞美。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人。再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你把双手来敬拜他。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让这样掌声归荣耀给耶稣，他配的。感谢神，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帮助都从创造天地之耶和华而来。阿门。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交托给耶稣。让我们抬头仰后，神的怜悯一直都在。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他。
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虽然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它不改变。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你喜欢张手来敬拜他。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虽然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它不改变。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虽然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它不改变。举起手，我们来称颂他。这是一个宣告。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它不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从创世之前到现在到未来，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不改变的。阿们。而我们站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领受他应许恩典长大的。阿们。我们今天在新春，然后呢结束之后，我们这个礼拜回到教会来。当我们回到教会来，你来到圣殿的时候，就是圣灵与你同在了。阿们。是，所以我们回到圣殿，因着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他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是圣灵与我们同工。感谢主。阿们。我们刚刚的敬拜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美丽，那是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你跟旁边，你跟他说，圣灵就在你的里面，就在你里面。我们欢迎圣灵来造访我们每一位。这个时刻我们要来 RPG 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是赞美神，赞美神，对不对？把神的美好，然后呢，我们用宣告的来赞美神。第二个，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小组来祷告，为我们拓殖的小组来祷告，让我们的小组呢，不论是拓殖的、母组的，在这一年都要蒙得神他给我们极大的智慧、信心跟勇气。阿们。信心跟勇气都是神内建在我们里面的哦，所以我们没有害怕，
我们没有胆怯。这个时候我们要来 RPG 一个找一个，然后第3点呢，好好为他2026年大大的祝福。OK， 我们现在来开始，来一个找一个，2个人来，哈利路亚，大声的来宣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耳目的也加在里面，耳目，哇，好棒的耳目。哈利路亚，是的啦，哈利路亚，是的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姐妹，在过去的1年，你有没有遇到低谷？但是，即便大地里面下着倾盆大雨，但是呢，当你搭飞机到天空的时候呢，天空是有阳光的。所以，不论你的心情在什么样的一个阴暗的低谷里边，但是你总要知道，全世界不都像你这样，因为神的光依然照耀。阿们吗？你依然可以站起来。即便过去生意不好，2026阳光要为你照耀，你的生意要兴旺起来。阿们。你的功课也要复兴起来。阿们。你的家庭也要和谐和睦起来。阿们。永光全教会都要带来见证，要带来俄乐，带来赞美。阿们吗？我们为这个宣告，我们举手来赞美。来，没有任何一件的难处会击垮我们。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它不改变。我要请弟兄来，弟兄唱就好，弟兄。哇，很有力哦。
何低谷，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无论我处任何低谷，我们一起说：无论我处任何低谷，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阿们吗？阿们，阿们，阿们。今年2026年，不论你是学生，你是工作，你在职场上，你在家庭，你当爸爸、当妈妈、当小孩的，在这一年，无论有什么样的低谷，云上太阳总不改变，神的光、神的爱总不改变，好吗？在坐下之前，跟旁边人抱抱一下，抱抱一下，你祝福他，你跟他说，你的阳光总是亮着，亮着，阿们，阿们。有没有被抱抱的？来，牧师来跟你抱抱一下。感谢主，非常的温暖哈！上帝祝福我们，大家请坐。现在我们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旧约以斯拉记第1章2到5节，6章13到16节，请。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流士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益多的孙子撒迦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塞鲁士、大流士、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流士王第6年亚达月初3日，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奉献神殿的礼。现在我们要请亚伦传道，来讲到他的题目是心动到行动，见证而赞美。心动到行动，见证而赞美。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新年快乐！你用最热情的笑容告诉旁边人，跟他说：“新年看到你真棒！”阿们。我们刚刚的敬拜赞美也非常的棒，你觉得刚刚的敬拜赞美让你非常感动的，请举手。感谢主。有没有觉得真的很像老鹰一样飞到那云层上面了？阿们吗？阿们，阿们。邀请大家再一次举手，我们一起来宣告。预备起！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100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的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在我们教会附近的市场，有人有去逛过吗？那边的市场，好的，我几个礼拜前才在那边遇到我们的彩提执事。好，那我们教会附近有一个市场，那里面有一家很好吃的腿裤饭。那每次礼拜结束的时候，如果没有会议的便当，那我就会去买这家腿裤饭来吃。那因为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报到，那老板也开始记得我，
那每次他看到我星期天就大家都放假，但是星期天我还穿得很正式的服装去买便当，然后他就会问我说：“啊，弟弟啊，你今天要上班哦？”我想说，我30几岁了还被叫弟弟，对。然后一开始我就，好，一开始我就笑着说对。那几次之后，我就开始承认说，哦，我其实是在教会，我其实是教会的传道，所以我每个星期天才人模人样的。好，那我也开始带教会的青少年去捧场。那青少年们他们甚至开始说，礼拜天如果没有吃到腿裤饭，就好像不是个正常的礼拜天了。好，所以我们一样每周都会去报道。但是2周前，店家他贴出公告，他说即将在3月搬到中和新的店面。所以上个礼拜牧师发那个10元团圆的红包的时候，有人有拿那个红包回去发给亲朋好友的吗？好，应该有。好，牧师发这个10元团圆红包，我就有这个感动，想说好，我要拿这个红包，想要把握机会将这个红包来送给他们。那礼拜完之后，我去买饭。也将这样祝福送出去。那虽然他们当时很忙碌，但是他们很惊讶，也很欢喜的收下这份祝福。那我也期待上帝继续浇灌在他们夫妻心中这样福音的种子，有一天会发芽的。阿们吗？阿们。所以有感动就要立刻行动。有时候我们想到要关心谁，或是要做什么事情，但一忙碌，很快就错失了机会。那当圣灵微弱的声音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阿们。那以斯拉记一开始说，等一下，先让我，每次都是刚刚敬拜赞美唱得太起劲哈。我拿我的水哦，为什么我人每次都这样？好。好，真不好意思。好，以斯拉记一开始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他就感动了波斯王塞鲁士的心，让他下令来通告全国，让犹大百姓都能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那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推呢，就会发现以斯拉记的归回绝对不是突然发生的巧合而已，而是一段早就已经写好的救赎的计划。在犹大国还没灭亡之前，上帝就透过先，好像每次讲到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好，神啊，给我力量，好，让我喉咙好，很好。好，在犹大国还没灭亡之前呢，上帝就透过先知耶利米，好，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是以斯拉记。那现在一开始他就提到，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来宣告说，因着百姓长期的悖逆，这地必荒凉，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但是到70年满的时候，神必亲自眷顾，带领百姓归回。所以这是一个同时包含审判跟盼望的一个预言。那百姓被掳，并不是因为神没有掌权，而是神管教百姓应当要守约。那归回也并不是时来运转，就运气到了就来了，而是神他的应许即将要成就。阿们。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和计划当中。那当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接近70年的时候，在宫廷中的先知但以理，他读到耶利米的书卷，那他并不是读完之后，然后就开始每天倒数计时说什么时候要归回了，多么的好，而是他有行动。还有什么行动呢？他开始禁食祷告，开始为百姓认罪，来求神来成就他所说的话。所以原来神的时间表在前进的时候，地上也需要有人用悔改与祷告来跟神对齐。阿们吗？阿们。所以但以理的行动呢，就为了归回开始铺路。那更奇妙的是，
我们刚刚提到了耶利米了嘛，好，在往回推更早之前，上帝早就已经借着以赛亚指明一位外邦的君王塞鲁士。有声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顺序，以赛亚最先，然后就是耶利米，然后再但以理。所以早在耶利米之前呢，上帝就已经透过以赛亚来发出预言，说有一位外邦人的君王塞鲁士，他要成为神的器皿。塞鲁士王呢，他将要下令要重建耶路撒冷，然后立稳这个圣殿的根基。所以上帝不只预告百姓的归回，他连执行命令的人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上帝是充满计划的。当巴比伦灭亡，波斯兴起之后呢，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是国际局势的改变而已，但其实背后是谁在掌权呢？是神在掌权。阿们。因此，当我们回来看以斯拉记的第1章第1节，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发感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波斯王他所发出来的，这不只是一个政令的公告，而是上帝守约的宣告。阿们吗？这不是人的计划成功，而是神的应允要降临。所以神就借着先知的预言，然后神他守信用，他感动人的心，这个救赎的历史就开始了。所以不只是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是神他也亲自动工，带着他的百姓走向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就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呢，百姓开始重建圣殿。那在他们建造圣殿的过程，一路都非常顺利吗？并没有，他们遇到许多的阻挠跟挑战。首先呢，周围的撒玛利亚人跟其他的外邦人，他们对圣殿的重建，他们觉得充满了敌意。他们害怕犹太人重建圣殿的时候，就会削弱自己的地位，于是他们就想康想胖，就是找尽了各种机会要来干预。所以从塞鲁士王一开始准许犹太百姓建造圣殿，到现在已经过了10几年了，已经不是塞鲁士当王了。所以撒玛利亚人便向当时的波斯王来告状，想要用政治的手段来阻挡这样的工程。所以百姓所面对的不只是建设上劳力的辛苦，更有外界来的压力跟恐吓。那波斯王接到这样的举报之后，他立刻就下令暂停重建圣殿。这样一停几年呢？1年、2年？不是的，他们一停就停了10多年。所以这对百姓来说，看到他们所爱的圣殿，他们所期盼的圣殿，10多年以来停工都无法完成，他们心里感到非常灰心，感到非常的动摇。所以这段时间的停滞，对百姓的信心跟耐心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考验。但是上帝并没有忘记他的应许，在这样的挫折当中，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就被兴起了，他们发出预言来鼓励百姓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提醒他们不要灰心，上帝的应许仍然是可靠的。阿们吗？阿们。在神的话语的激励下，百姓他们就重新得力，再一次投入重建圣殿的工作。所以这段的历史就告诉我们说，当神的应许要在我们生命成就时，我们一定会一帆风顺吗？没有，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我们会遇到挣扎，我们会遇到信心的软弱。但神他既然感动人心，就必定成就他的计划。阿们。只要我们持守盼望，相信神的话语，还有他的应许，并且愿意一步一步来跟随他的来靠着他行动，困难一定会被克服。阿们。应许也必然临到。就让百姓虽然面对这样的阻挡，他们仍然坚持要建造圣殿，最后看见神的信实就在他们面前实现了一样。我们也被呼召在信心当中行动，等待神应许的实现。
在几年前呢，我有一个很小但是却很真实的一个心动到行动这样的一个行动。好，所以那是一个圣诞节的主日刚结束，然后有一个一年多没有来教会的弟兄，那我突然间心里有个感动，我就传个讯息关心他，然后祝他圣诞快乐，然后就告诉他说我们圣诞节刚过，那你下礼拜要不要回来教会呢？那1个礼拜之后，他就按时的出席了。那我们也没有很多时间聊天，我们就简单的聊聊近况，关心彼此，然后他就回家了。但我怎么样也想不到，那竟然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踏进教会。因为几个礼拜之后，他生了重病，失去了意识，他再也没有醒来过。然后不到1个月，他就离开这世上了。那我曾经因为没有办法多花时间陪伴他而觉得非常难过，但我也感谢神，至少在他20几岁的人生最后的阶段，他知道有人关心他，他知道教会的门为他敞开，他知道这位上帝仍然接纳他。阿们吗？阿们。所以有时候神的应许不一定是建造圣殿那么大的工程，而是上帝在特别的时间，轻轻的感动我们的心，点燃这样小小的火花。那这个感动看起来可能很小，但当我们愿意回应的时候，愿意去行动的时候，就有可能转变人的生命。阿们吗？所以从这样被感动的心，到踏出去这样的脚步，神常常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工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当我们愿意行动的时候，神又如何把这些行动带进他更大的成就里面。所以百姓重新振作起来，开始建造圣殿，他们仍然面对了许多挑战。所以从塞鲁士王下令到这工程真正的完成，中间已经经历好多任的波斯王，许多次重建圣殿都被迫停摆。那一些地方的官员跟外邦人也尝试想要阻挡他们，他们就说犹太人并没有资格建造圣殿。所以时间越拖越长，百姓的热情跟动力也慢慢的消失。这个应许虽然已经出来，但是好像距离越来越远一样。那一直到大流士登基的时候，他下令要查阅当时塞鲁士王旧的这个命令，这个诏书，所以他到那个国家档案里面翻出来，他确认真的有这样允许圣殿重建的命令。所以大流士王他不仅允许这个工程继续，他也命令各地的长官，你们都要提供你们的钱、你们的木材，还有所需要的资源给犹大百姓。那连祭司要献燔祭，他们所需要的牲畜也是由王来提供。那大流士他甚至宣布，若有任何王或百姓来更改命令的话，或拆毁圣殿，你们就必死无疑。哇！所以他真的成为上帝的工具，一起来完成这个圣殿。所以这时候百姓就重新振奋大家合作依照上帝的命令，还有先知多年前的预言，还有王的这个政策，很快的就完成了圣殿。当这个圣殿落成，百姓聚集在一起，献上祭物，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他们的喜乐不只是因为工程完成而已，而是他们知道神的应许成就了。阿们吗？阿们。所以从耶利米最早预言领受重建圣殿，一直到今天我们读的以斯拉记6章当中，我们所刚刚念到的，圣殿完成，这样经历多少的时间呢？90年的时间。好，从耶利米发出预言到圣殿真正的完成，这样经历了90年。所以这个90年看起来很长，但对上帝来说，每一段时间都有他的安排跟他的节奏。所以上帝的计划并不会被人的行为来拖延或是来阻碍。神他掌管历史，他也掌管人的心。他知道什么时候百姓需要被试炼，他知道什么时候国王要下令来协助，甚至知道什么时候最适合有人的行动。所以90年的等待是神在预备百姓的信心，这也是让他们学习耐心
跟顺服这一个过程。所以神的时间不疾不徐啊，每一个都到位啊，他的应许总会按时来应验。而我们人能做什么呢？我们人能做的就是回应他的心意，勇敢踏出每一步。所以这个历史提醒我们，当神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慢慢的成就的时候，路上难免会遇到许多的困难。那可能环境对我们不利，我们自己的心会动摇，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回应心中的感动，我们踏出行动的第一步，神就能带领我们突破重围。阿们吗？一直到见证他的信实。所以从百姓在大流士王时代完成圣殿这样的故事，我们学到心动不能只停留在感动，行动才能使应许成就。阿们。而见证与赞美正是我们对这位信实的神最真实的回应。那我们一起来宣告。好，看一下。好，我们一起邀请大家举手，我们一起来宣告。好，心动不能停留于感动，请心动不能停留于行动，才能使应许成就。来，行动才能使应许成就。阿们。所以在这样子圣殿重建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百姓从心被感动，一直到行动，最后到赞美神的应许成就。那圣经中有另外一个人物也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约瑟。所以年轻的这个约瑟呢，他从梦中得到神的感动，他心里明白上帝对他有一个很大的计划，那这是神的呼召，那这个呼召也慢慢在他心中种下这样的火种。但是这个呼召让他一帆风顺，立刻就成为大官，并没有，这个呼召没有带来立即顺利的道路。他被他的亲兄弟出卖到埃及，然后被诬陷下到监牢。所以这些挑战就像建造圣殿时遇到的拦阻，好像我们离应许越来越远。但是约瑟他并没有停留在这样梦想，或是停留在这样感动里面。他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他都有行动。他在波提乏的家中，他非常认真的服侍，非常忠心。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也继续操练神所赏赐给他的信心跟他的恩赐。他没有因为困境而放弃，他没有非常急，领受梦想之后就急着用自己的方式来跳过这样等待的过程，而是他在行动当中继续等候神。所以在这样行动中的等待，让他一步一步被上帝来预备，不仅管理埃及的粮食，最终他也成为他家人，他也拯救了他的家人，他也拯救了所有的百姓。所以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说，神的感动不一定立刻带来结果，那行动也不一定立刻看见应许。但只要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心意，在每一个位置上面忠心的持守，做神给的工作，上帝就会在适当的时间成就应许。阿们吗？所以心动是神在我们心里点燃的火，行动呢是我们顺服神的呼召，等候就是在神的时间里面持守信心。阿们。好，我再说一次，心动是神在我们心里点燃的火，行动呢是我们顺服神的呼召，等候就是在神的时间里面持守信心。那最后见证跟赞美，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实最生动的这样一个回应。阿们。所以透过约瑟，我们看见即使他的道路、他的环境非常的艰难，但是神的应许会成就吗？会的。阿们。而每一步顺服的行动，都能串联成神美好的计划，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宣告。好，预备起，一步一步的顺服，走出神美好祝福。阿们。好，我们再一次充满信心的宣告。好，预备起，一步一步的顺服，走出神美好的祝福。阿们。
所以去年8月开始，我们教会有开始这样的晨祷兴起。那在晨祷当中，我们为了许多事情祷告，包含我们也为了美国总统川普，为了我们台美的关税，为我们国家经济来祷告。那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顺服神，想说将这些事情都交托给上帝。那我们也没有想到说祷告那么快就会有实际的果效。所以这几周我才发现，我的一位亲戚呢，他刚好是台湾的关税谈判代表队的其中一员。哇哦！所以他直接参与了美国对台关税这样的协商还有决策。那他知道我们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持续为我们祷告，我们还在奋战当中。”所以就是让我体会到说，祷告并不只是说话，或是将事情丢入大海这样一去无回，而是上帝在默默的牵线，他把我们的祈求、把人的行动，还有把历史的时程慢慢的串联起来。所以看到这样政策的调整，我们知道现在是几%呢？现在是15%嘛，对不对？对。所以看到政策的调整，就印证了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阿们吗？阿们。而我心里也充满感恩，也更明白说，心动不只是感动而已，而我们祷告的行动会带来实际的结果，我们就成为上帝奇妙的功的见证人。阿们。从圣殿的重建，还有约瑟的故事，到我们在晨祷中看见祷告实际的果效，这些都是上帝在提醒我们说，心动呢，心里有感动，不只停留在心里而已，我们还要有所行动，这才是信心的实践。所以无论是百姓他们逐步完成圣殿，还是约瑟在困境当中继续持守忠心，每一个行动都是神应许成就的过程。就像我们在为了国家祷告，这样小小的行动，每天的祷告慢慢累积起来，上帝就在他的时间当中带出实际的果效。那今天神也邀请我们把握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点燃这样小小的火，无论是要你去关心身旁的人，好顺服神的呼召，或是勇敢踏出信心的步伐，这一些都能成为神工作的一部分。当我们行动，神会成就他的应许，让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的信实，而我们也能成为他作为的见证人。所以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不只是有心动，而是真的踏出行动的脚步。让我们不只是期待而已，而是在等候当中坚持这样的信心。不只是口中说出这样赞美，而是用生命来见证神的作为。阿们吗？所以当心动到行动，见证与赞美就会自然流露。嘿嘿，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说一次，预备起。当心动到行动，见证与赞美就自然流露。所以因此，神的荣耀就会在我们生命和周遭世界当中被彰显。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今天的经文。因为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又立志又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章13节，再一次请。因为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立志又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章13节，阿们。好，那我们邀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我们用这首赞美的诗歌一起来回应神。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
信心来宣告。芥菜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里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amen。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amen。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amen。现在我想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个得胜的祷告，阿门吗？我知道这是一首赞美的快歌，但我相信这赞美的快歌有它得胜的能力，阿门。因此，我们要来为自己大声的开口来祷告，我们要来宣告说，神的应许已经好像它已经成就一样，阿门吗？如果你心中有长久以来你在祷告的事情，这时候我们要来宣告它即将要成就，阿门。就像歌里面所说的，都是 amen， 都是 amen， 阿门。我们这时候就大声开口来祷告。无论你长久以来祷告的是向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是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即将要成就。这天父，我们在信心当中，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充满了信心，哈利路亚。是的，天父，我们将一切的事情都交付在你手中。我们长久以来祷告的这些事项，可能看起来应许还没成就，好像越来越远，但我们相信在神里面凡事都能，在里面有难成的事。我们凭着这样芥菜种的信心，你要使它来发芽，你要使它应许来成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得胜的宣告力量来唱这首诗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amen。一起拍手来赞美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再次来宣告你的应许，大声唱出来。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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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海伦，我们将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这应许在神里面都是 amen， 阿门吗？
你充满信心，告诉旁边人说：神的应许必成就。神的应许必成就。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跟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和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到主，施恩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力，到达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遇到主，施恩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兄姐，请起立。重新的力，到达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坐。志工分享。弟兄姐妹们，大家新年平安。在今年红包拿的多不多？小朋友，我们这一次春节称谢礼拜，我们有发红包，有拿到的举手。称谢礼拜这一天，有拿到红包的。好，没有拿到的举手。你们为什么没有来？这一次呢，全部通通都发了，每一个人都发了哈，都发到红包，感谢主。那我们今年不是特别牧师特别用了10元团圆吗？是，那我们总共大概发出了将近160包。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拿回去，就给家人，然后哇，带来很棒的果效。很棒的果效，因为他们的家人呢，虽然没有来到教会，但是总知道家人这个人都有去教会哦。原来教会的牧师也可以发红包给他们，那么心里面就觉得哇，那个福分哈，比庙里面的还多呀。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传福音很棒的机会哈。是，所以明年呢，我们可以来采登记的。你觉得你需要多少个，然后可以来登记让你的家人没有信主的都可以拿到。好，10元就是要团圆。为什么要团圆？因为神建造的家就是要团圆，在家里面是团圆，在教会也是团圆。阿们。所以你跟旁边，你跟他说，我们现在是团圆，你是我的家人。我们这边如果要板德的话，都要板20桌哈。感谢主，这就是永光所赐给我们永光家人。你们出去玩呢，牧家呢都在家里面为你们守望祷告，
是，所以呢，牧师也打电话跟很多人来请安哈，上帝大大祝福。2026要充满新力量，阿门。2026充满新力量，大家来讲来，2026有押韵无？力量，哇！所以登去厝的时阵哦，常常睡不着。就一直念2026充满新力量，念，你都困去啊哈！感谢主哈。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好这个消息，南坎教会呢他们在这个寒假呢来跟我们的舞团交流，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年轻的少女少男们。哇，我们看到他们的舞蹈，这些的舞蹈每一个动作都是在赞美神。这是他们完整的一首，用3天学起来。哇！感谢主啊！这个编舞的是我们的亚拿传道哈。呀。我们的赞美舞团已经20几年了。那这些的孩子跳舞是为了什么？赞美神，荣耀神。如果孩子有这样的资质的话，你让他来参加跳舞，他就知道他的生命是在神的命定里边。是，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如果是小学生，我们现在礼拜6呢有我们的儿童的社区舞班，孩子都可以来报名。那青少年呢就可以来报名青少年的舞班。让我们的舞团，然后训练起来，你的孩子在生命里面都非常非常的阳光。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永光教会。好，我们导读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请。诗篇，再一次，我用我的声音。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诗篇3篇第4节，有没有人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总觉得主啊，你为什么都没有回应我，没有答应我？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神就从他的圣山应允我。他的意思就是指不论如何，神都是垂听，并且他会回应你。阿们。怕的就是我们不祷告，我们不祈求，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松懈了在祷告上面。所以只要我们的祷告，就像爸爸妈妈对孩子，孩子有所祈求的时候，爸爸妈妈会不会蹲下来听孩子你有什么需求啊？会不会？我们的上帝比爸爸妈妈更仁慈，更知道爱我们。好，所以记得我们的祷告，神必垂听。好，接着
好，我们3月22号是我们的幸福启发日我们的启发幸福的这个小组要启动。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完全启发的新课程，所以呢我们首次起航，所以请我们的小组长都要来担任辅长，因为呢之后呢还要再指导下一个辅长，所以都要由我们小组长一定要弄清楚这整个的课程的内容，怎么样来带话语哈。好，所以呢我们的组长呢也赶快来报名。那好，这个是在3月22号。那接下来在3月份，我们的培育学校都已经开始了，我们也常常为我们的培育学校，还有我们的幸福启发幸福呢来祷告。好，接着，好，那接下来的礼拜4、礼拜6呢是新店行道会主办的烈火特会，在和平篮球馆。我们有33位要来报名参加，那一定都要带名牌。你如果没有带名牌，因为那个场地很大，很多人，大概有6000人参加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带名牌。那服侍的同工呢，我们也按着那个时间，所以我们尽量呢大家一起集中，然后坐位置坐在一起敬拜哈，大家一起鼓舞，在每一场的分享都是非常棒，所以不要遗漏掉每一场的分享。那我们的敬拜团还有新媒体都有受邀服侍哈，感谢主，也透过这样子我们在教会服侍建立的基础，然后呢在外面也有这样的服侍，都是在建立孩子们他们的经历以及跟神的美好关系。好，接下来那信仰奖励金审核会议呢，我们也留意一下这个时间，今天要开会。接着好，生命更新营是在3月7号要开始。那我们要领那个会前的读本。生命更新营呢你要开始进入到这个课程，我们要恭喜你，因为你正进入到天国的学校，因此呢你所有的信心你都对齐于神。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工作什么样，家人的拦阻，你都把这些放下。你说主我一定要把你摆第一，就是生命更新，你就是我的第一，因为这是神与你最亲近的时刻，是你遇见神的时刻所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挪开，你回去就开始祷告，让你能够很顺利的能够来完成，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接下来好，那我们呢去年开始手抄导读经文呢，我们有122个，今年又增加了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开始在读圣经，然后我们抄导读的经文，并且呢不仅抄写经文又导读，这是让我们把神的话语吃进去，并且呢消化，这是一个最美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建造下个礼拜3月8号，我们第2堂礼拜呢，我们就会颁发一本，每一个人有你的名字，然后有你抄写的，已经帮你装订完册所以大家能够亲自出席来受奖。好，所以牧师问一下，今年导读经文开始写的举手。好，放一下，没有写的举手。没有写的，刚刚你旁边没有举手的，你帮他举手。没有写的，来自己举手一下，好，来，帮牧师小组长帮牧师看一下有谁，是不是有你的组员 ？OK， 好，那个小组长呢？在小组的时候呢，然后小组完就留下来写抄导读经文了若不然呢，牧师也很乐意陪你写这个是很快乐的事情了小朋友有没有写儿童牧区的？认识国字嘛，波都会读嘛好，你只要会写国字的都可以开始抄写经文了。好，所以呢，我们鼓励我们的儿童牧区青少年，我们也都一起来。好，接着3月8号要颁发我们的学子孩子的他们的培育奖励金，所以呢这个申请呢要按照时间来进行好，接着圣歌队要招募人选，所以呢圣歌队呢礼拜6晚上7点半有参加的举手。有参加的，来，牧师来点一下，我点一下名，举高一点。1、2、3、4、5、6、7、8、9、10、11。
11个。我们这边有多少人？哇，这边大概有100-200个人，那我们只有11个。你们怎么可以放他们11个人去做这么伟大的事呢？我们一起来好不好？4月3号是复活节，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唱这首诗歌呢？因为这代表的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是我们所有永光的家人是一起拍掌，一起为耶稣的复活说：“主啊，谢谢你为我们而复活。”不是只有这10几个人在那边呐喊，我们都要一起加入。阿们。所以你礼拜6晚上，除非你参加青少年牧区，若不然你都来参加圣歌队。没有来参加圣歌队的，你就去参加青少年牧区哦。好，礼拜6晚上就几个礼拜，把你的时间，然后分别出来说：“主耶稣，我要为你而唱。”而我们4月3号呢，我们中永和的联合的复活节的受难礼拜、圣餐礼拜在永光教会，所以其他的教会也会来参加。所以呢，我们要有圣歌队出来哈，所以我们的圣歌队，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超会唱歌的。你知道吗？他们说他们很喜欢来永光，别的教会他们说来永光听我们敬拜，然后呢来永光看到我们的诗班，来永光看到我们弟兄姐妹那参与的热情，他们带回去都不断的思考，也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所以今年又轮到永光了，4年才轮一次哦哈。今年轮到永光，所以期待我们弟兄姐妹都来参加复活节的圣歌队的练唱哈。好，接下来。周3我们的牧者呢，要受邀到迦南教会哈，去指导他们的敬拜团。所以呢，当我们有什么样恩赐的时候，就要分赐。我们会唱歌的时候，就在复活节来分赐。所以牧师呢，他们在敬拜团能够的话，他们就分赐到别的教会去。那像南坎教会，他们就来学习舞蹈。那我们去到迦南教会呢，就分赐敬拜团敬拜的部分。所以永光教会都不断都在做分享的事。你跟旁边人，你跟他说，你是分享的人。好，所以你跟他说，你里面很饱足。是的，我们福杯满溢就要分享出去哈。好，接着来，空调来到多少钱了？大家念一下来。281万哈，现在是2月对不对？然后3月，我们期待3月达到300万，好不好？3月哦哈，3月300万应该很快，然后就要赶快来做这个修缮工作了哈，也要为我们的修缮工程来祷告，因为让那个工程都很顺利哈。好，这是需要我们有更多的祷告来守望。RPG 也要记得。好，那我们的长者呢，乐龄营呢，明天呢，他们继续过年要休假一次哈。好，再来，儿童舞班开始招生了，所以儿童舞班呢，开始报名，然后呢，下午，我们的下午礼拜6筹备会，好，儿童舞班的同工筹备会哈，那我们按着这个时间，然后我们儿童舞班也已经开始招生，所以我们的幼稚园的同学、幼稚园的孩子大概是6岁，如果他可以跑、站立得稳然后可以做一些的舞蹈动作不会倒下去的，他就可以来报名。好，若不然是小1以上哦，小1以上。那如果他有在教会，然后他6岁，觉得可以经过老师审核 ，OK， 测验可以，那就可以来参加哈。好，那鼓励我们的孩子多参加。好，接着兆民牧区的健康医学幸福讲座，由我们的罗医师来分享。好，罗医师有在这儿吗？好，兆民牧区哈，好，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听这个有关于健康的部分哈，大家也留意这个时间费用一个人是150块哈，是好，再来，好，持续的为小雨的父亲致贤，还有桂英姐兆民长老的妈妈，还有刘克姐妹哈，好，刘克姐妹好，我们为他们祷告，常常纪念他们也持续为我们信志长老为我们的信志长老祷告，感谢主，他现在身体也非常的好的非常多哈。好，接下来，好，我们来介绍嘉威带了朋友来在我们当中，嘉威连彦祥是嘉威的堂哥，嘉威在哪里呢？嘉威，你的堂哥还有嘉威也站起来一下。
彦祥，哇，我们的嘉威的堂哥哦，彦祥是，哇，嘉威你很帅，你的堂哥也超帅的，哇，是动画师啊，很棒。想要邀请他到你小组的，声音大一点。邀请，哇，是我们呢，彦祥可以跟我们的嘉威一起来到我们的小组，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跟你学习，你也可以分享你的动画，哇，很棒，很特别，在城市大学。好，每一个礼拜都跟嘉威一起来，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彦祥，上帝要祝福你。让你成为这个世界在这个动画师上面是得名的哦，阿们，感谢主哈。好，请坐。再来，我们的桂林所介绍的招兰有没有在这？郑招兰，好，招兰是感谢主哈。上帝要祝福在招兰，在这一年。你的健康要完完全全得着神给你医治，阿们，而且充满了喜乐，感谢主。好，那这两位呢，我们非常的欢迎，因此我们的迎宾同工呢，要把教会的礼物来送给你们。好，来，谢谢。好，请我们把你们的东西可以带着，然后跟着我们的迎宾同工。好，看你左右旁边有没有最近没有来礼拜呢？今天回来的，你特别跟他说，非常欢迎看到你。感谢主哈！好，我们的明丽呢，出国然后现在也回来了哈。呀，还有谁出国然后现在回来的？好，都在了哈，感谢主。好，上帝祝福我们，然后在2026年呢，日日兴旺。我们一同起立。现在我们要来彼此的祝福。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来给旁边的一个大大的爱。第一根柱子对不对？好，第一根柱子前面的都举手一下。第一根柱子前面的，好，现在你们向后转，好，来跟后面的哦，好，一起来啊，1、2，来。爱你，爱你，让他来围绕你，充满荣光笑容，哇，都忘记每天。接下来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依然站立牧师要来祝福我们国内国外的，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上帝无比的能力借着圣灵引导，让我们都能够经历他时时刻刻的同在。也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你的全家，跟你每天都有神的恩典够用。不管你在任何的地方，你总相信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看我这
妹，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们下个礼拜见，请坐。我们的小组可以组长带着我们组员祷告祝福哈。好，我们礼拜到这边结束。